庐山温泉区体质脆弱敏感，为做到避免太自然灾害危害到居民同游客的性命财产安全，同时享受庐山地区的观光事业。南投县政府对春阳温泉阶梯、保利复兴农场、保利九涌林富圈地区也三只基地当中，托给保利复兴农场来做业者而晒过去的基地。对复兴里的开发案，县政府认为做为起来。当天里面有其他有降速伤害，庐山温泉业者则对温卫所经营怕客的。庐山温泉晒下到玻璃，还算庐山温泉下，更真更有可能风化再现呢。佢正到按平按浪，有53公顷按法，3片都有山呢。离過頭6號爭3公里案件呢，隨業獨意見，也特別喺保利鎮的舊區福建議，也就係40公里外嘅庐山温泉按所開去過嘅所在。俺倆就三位哈，甲清明線那時就是能高的瀑布，啊都是正德大佛，伊中東南亞算生態的大佛。啊，都還有一點是講有4公頃多哈，是俺的921的環保公園。那三位人景點講周邊的哈，那個的路哈，那有做比好些來哈，是交通是總還冇問題。啊有啊迄個人那騎那個腳踏車哈，從那運通嘛總還真好。對亞到點情關呢，美觀紛紛的公益嚟嘅福建地裡面來講，談到温泉開發案，亞到歡喜係歡喜，也有一道好笑。笑是天氣冇笑，當然會笑啦。那講天氣交通嘛，天意嘛，人嘛，吼分散嘛，吼那個囉嗦啦，自然的都總係有真太問題嘛。對待温泉區啊，吼。但是真太有個希望，因為那政府呢都有個心，那確實啦有個規劃落去哈，做比熟悉來哈，隔天人客隔天去不吧。它最重要是連接到國道6跟台21線，可是它連外道路有個台76的部分，台76線的部分的拓寬要跟中央爭取經費，如果沒有的話，我們會用福興農場的這些相關的開發的成本裡面，看有沒有辦法做相關道路周邊連外道路的拓寬。23年來，保利區嘅時間太現嘅飯店，民宿行下係多多講唔得，觀光業以下嘅暗空中，故做依家開飯店可以當叫為嘅業者，對保利行去介意嘅温泉區，實在人美唔見。其實現在埔里的飯店，不管是埔里還是全國各地啦，我相信目前的時機都是蠻競爭的。一方面當然是受到陸客的影響，一方面是在於這幾年來講的話，全國的飯店真的擴張的比率是很多家。依照觀光局的統計，房間數大概多了4倍左右。我以後整個以福建島為腹地的話，清境下來的、廬山下來的、到日月潭的、到魚池的，甚至於到霧社的。我想這個是以後是它很大，以後發展腹地，甚至埔里市區的這個相關觀光景點，都會可能會以福興農場當過觀光旅館。南岸外嘅美東二府福興農場嘅温泉水我哋哪來？我們希望在原來福興農場核准的開發範圍內去找景，看下面有沒有相關溫泉水漫的部分。我們預計找到6口，所以我們提了2個替代方案，一個是目前原來就有的那個在埔里地區的一個觀音瀑布的地方。第二個，我們希望利用能高大圳跟惠順那邊從北港溪那邊溫泉這邊引過來，所以以後整個福興農場溫泉的話有3個可能性。縣政府經保證，庐山業者使到保利温泉唔係問題，有觀光駕車交通有按利片。就南投縣政府嘅講法，已經有83家業者都同意愛使到呀。物界做準片片呢，唔過日下庐山嘅業者一直唔想下山，警告南投縣政府係詐騙集團。當時為着要叫因簽同意書，甲因騙講要救這4城，要救這5城吼，不管你這是合法的或者是非法的，我都會違規的，我都會救助吼。我攏希望講恁來投資底下，賣白白的損失。開發這個福興案哦，內政部他就講，他必須要廬山溫泉70%的災民同意，這個福興案他才要讓它開發。好，那當初我們所簽的同意書呢，是有條件的，如果是
所谓的非法，有80%的救济金。好，那这个土地的成本必须要降到4万块以下，3、4万块，我们才有能力。目前的话，在相关让售条件里面还没有，可能是还没有，所以我想这部分还需要去努力。好，不是说现在，因为它的相关的让售的部分的草案的部分还是草案而已，还没经过核定。按用按慢嘅条件，下啲嘅研究讨论，入閘主講下期散下，輔導機嘅錢都冇清楚，記住動車公菜用提供。这个福星农场能不能开发，能不能说有客人去，还有一个未知数，50%，50%，做得好，我们当然是愿意。问题是，如果我们投资下去的钱又成为泡影的时候，这边庐山温泉又不能做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光听到这1坪6万多，我们就已经昏倒了。它的容积建蔽率太低了嘛，1/40嘛。你100坪的土地，你只能盖40坪，40坪只能盖3楼。以饭店来说啦，大约应该要买1000坪嘛。那1000坪的话，你才能盖400坪。那1000坪的土地要多少？1坪6万3。好，那您就可以去算一下，这个金额高达6000多万。你光买土地你就必须要这么多，你还要再盖。试问庐山人哪一个人有这个能力？買土地要錢，起步嘅未要錢，輔導機嘅錢同額度就會貴起嘅，入閘實在無隨條負擔。唔過福建農場2月底就會開工嘅，2018年辦過過後，縣政府就會要求庐山本錢入閘會停業。看起來本所採起個係幾天後嘅事實，入閘當無奈何會講，政策就幾天嘅，也下前期冇辦法改變。想期望土地嘅本錢，公道建設講嘅唔是4萬元，無就係一般嘅下頭先用準備來做生意。所以政府提出的下頭有財條負擔，離開現地嘅配套，下頭天作嘅配合。